什么你要教给大家技巧？就是为什么你要搞这些技巧的东西？我们不能平等的去交流，真正的去怎么样，然后共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密关系这种的。是这样的，朋友们啊，你说的那种当然很好，就是你认为啊，我们自然而然的去建立一种非常好的亲密关系，当然很好啊。但是那需要双方两个人都非常善良、非常勇敢、非常诚恳，对不对？双方两个人，对不对？都是这样，而且认知都比较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你们要知道吗？不是你遇到的那个人，人心毕竟隔着肚皮，就是不是你遇到的那个人，他就一定按照你的意思去想，按照你的意思去做，他就不一定和你一样坦诚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原生家庭所带来的性格问题或心理问题，所以有的时候真诚这个东西，对于一个认知很高的人来说是管用的，善良这个东西也是管用的，但是对我们普罗大众来说，也许技巧和套路更是捷径。